请咱同心来祈祷，愿荣光归伫天父上帝。你找独生的圣囝耶稣来到世间救赎阮，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到伫你的面前。这个时阵，请你的圣神临在伫阮的中间，来领受阮众人对你的敬拜。阮也要用诗歌来吟诗学乐你的圣名。全能永远主，你是平安的源头，佮欢喜人爱彼此和睦相处。人若认捌主，就得到永远。服侍你就得到自由。怜悯的主，阮到伫你的面前要来认罪。阮本性是充满着罪性，佮常常无意中、言行举止中伤害着人，得罪着主，袂记得你的疼惜，佮浪费着你互阮的恩赐。应该着分享出去的疼，阮常常是毋敢甲人来分享你的疼。应该着伸手去帮助人，但是常常只顾着家己的需要，煞看袂着别人的需要，所以就无法度得到满足。恳求你怜悯阮，互阮有心去照着主的教示去行。恳求主赏赐阮有好的牧者，赏赐因有心有智慧，通知影羊群的欠缺甲需要，及时来帮衬。互伊所牧养的羊群，时常伫青翠的草坡得到饱足，伫清气的溪水边得到水担，伫清爽的树林得到安息。当阮主任牧师的选举的事，聘牧小组的人员，所有的无用，成做一场空；所有的付出无有得到阿乐，甚至受到批评。因若毋是因为着主为着主在做，实在是有真大的失落感。但咱着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来祈求流目屎悔改，掠条甲上帝的关系，享受着主的赦免。咱应该着要搁较安静来面对咱家己，面对上帝是真重要。尤其是有听到莫名其妙的控告、无真实的谣言。有时阵，咱嘛会自我怀疑，无法度安静来服侍，脾气会压起来。阮也有时阵也会困袂去，甚至想要放杀一切。这个时阵，阮真正搁较爱学习安静落来，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安静落来，慢慢听见家己在呼叫的声音，也听到主的声音。主要对咱讲话，咱也爱家己知影。咱爱常常爱学了主，因为伊对头到尾拢伫咱的身躯边，甲咱相同行。咱爱更加安静落来，请求伊的帮衬，互咱有一粒安静的心来找求主，专心仰慕主的救恩，通继续服侍。今早起，伫阮中间有侪人无法度来甲阮做咧敬拜你，求主你来帮衬因。无论因是伫倒位，是有破病，也是有拄着困难，求主拢甲因三角伫地，帮衬因会当紧紧到伫主你的面前，做伙来敬拜你。今早起，阮所敬听的陈文钦牧师，要用主你的话来教导阮，恳求你施恩，互阮的耳孔所听到的真理，栽种伫阮的心内，互阮会通结好的果子，来应神益神，来荣耀你的圣尊名。愿你的圣神就安尼带领阮，互阮这个时阵用安静的心来领受上帝你的教导，伫阮的中间。主啊，这个时阵阮的祈祷无够完全，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传这一次，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使愿平安。
这时，咱做伙来交托启应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28篇。启应文28篇。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捌我。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你伫我的面前为我，前后为我。这款的财物奇妙，我袂画尺度。我要去打扰、闪撇你的神。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展开清早的室，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我若讲黑暗要遮看我，就黑暗也袂画遮看我，互你无看到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上帝啊，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这时，咱要搁同心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310首美，圣诗310首美，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个时阵，男声合唱团要带咱来敬拜。
这个时阵，咱请咱同心要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新约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路加第5章第1节。耶稣徛伫敬尼撒勒湖边，众人下客伊，要听神的道。伊看有2只船倚伫湖边，讨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上去，请伊将船挺开，小可离岸，就坐落，对船顶驾驶众人。讲煞对西门讲，将船开到水深的所在，拍网讨鱼。西门讲：先生啊，阮规暝劳力，拢无掠到啥物，但照你的话，我就拍网。因拍网就箍掉真侪鱼，网啊险啊裂开，就招呼迄只船顶的同伴来帮衬。因就来将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落去。第8节，西门彼得看见，就趴落伫耶稣的脚前，讲：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伊甲一切同在的人拢戆影即一网所讨的鱼。伊的同伴西比泰的囝雅各、约翰也是安尼。耶稣对西门讲：毋通惊。对打了后，你要得到人。因将2只船拖了岸，就放落所有的，跟对了耶稣。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呢去行的人。这时，咱的陈梦琴牧师要来传讲主的信息，开到最深的所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希望伫寒冷搁落雨的日子，总是咱逐人的心悠远，充满热情，意爱来到伫主的面前，来参与伫敬拜，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咱用同心来祈祷，感谢上帝，你的听甲祝福伫阮的中间。因为阮知影，阮的性命拢属于你。阮也意爱伫阮的性命内底，对信仰更较深沉，来经验主耶稣你的丰富、你的恩典、你的祝福满满伫阮的中间。主愿欢喜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甲阮三甲地地祝福阮，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加利利就是主耶稣服侍的所在。咱来看以色列的地图，迄个上北边这个所在就是加利利，然后水流到伫死海的中间，所以伫加利利的中间，差不多是主耶稣的性命大部分拢伫遐咧传道甲工作。伫今咱所看这段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一开始就记载讲，耶稣伫基列撒勒湖边，众人下客伊，要听上帝的道理。咱知影基列撒勒湖以及提比利亚海，或者是咱真熟的叫做加利利海，其实拢咧讲同款的一个代志。就是加利利海这个所在，都是因有无同款的称呼。伫主耶稣传道过程内底，有3项足重要的代志。头一项，就是伫会堂传讲上帝国的福音；第二项，就是伫山边、海边来教导圣经的真理；第三项，就是互心灵摇过人得到帮助，互身躯病痛摆开得到行路，目睭无看见得到看见，互人
得到医治甲逃亡。所以约翰卫斯理真出名的神学家，伊安尼讲：我真意爱住伫大间的房间，我爱真意爱坐伫较软的椅垫仔的所在，我爱有真体面的讲台，总是独独只有伫野外的报道，才会当得到人的灵魂。因为咱伫野外报道的时阵，有真侪条件，真侪未舒适的所在，总是伫迄个时阵，咱才会体会人心灵的需要。既然做伙读这段圣经，就是咱即马读圣经的进度已经读到伫马可结束，要进入伫路加福音的中间。这段福音真趣味的，就是表面看起来是一个耶稣甲学生掠鱼的代志，都是事实上是耶稣咧呼召伊学生的一个过程。咱伫圣经内底通看见约翰福音第1章42节，安德烈带伊的兄哥西门彼得来拄着耶稣。马太福音第4章17节，耶稣也呼召4个学生来跟对伊。总是路加福音伫这段圣经内底上清楚、上精彩来讲起耶稣来呼召这个讨喜的人怎样正做是一个耶稣所采用的得到人这个掠鱼的人。咱知影伫北部加利利湖这个所在，也是加利利海这个所在，大部分人的工作拢是讨海掠鱼。我家己的外公嘛是掠鱼的人，伫家庭这个所在掠鱼也是掠这个乌鱼子伫这个所在。咱知影掠鱼的人真辛苦就是透暝都爱出去。船透早才掠鱼倒转来，所以咱呢真爱食青的鱼所以咱透早就去渔港来买鱼。总是伫加利利这个所在，大概根据学者的研究，耶稣的时代有4000只的渔船伫遐咧掠鱼，当然也包括彼得，因拢伫遐咧讨海咧掠鱼。伫第20节的圣经节记载讲，耶稣看见2只船停伫湖边，拍鱼的人拢离开船去西望。安尼咱就知影，掠鱼的人有一个真艰苦、真野心甲无奈，就是掠无鱼啦。咱知影，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职业。看医生的人，就是爱互病人得到医好。做老师的人就是爱甲学生教好，也是讲做事业的人就是互企业更较侪发展，来满足现代的科技的时代。总是掠鱼的人上重要，就是要掠到鱼，然后去市仔卖来赚到钱。若掠无鱼咧，规暝掠无鱼，人对野心、无奈、甲失望。掠鱼的人就是用掠鱼做因的生活上重要的，所以伫圣经记载讲，既然掠无鱼，因就停船忙洗洗咧，要转来休困啦。无拍算，伫这个中间，耶稣来到伫迄个时阵，圣经讲耶稣看见2只船停伫海边的所在。咱知影看见有2个意思。一个就是我看见你，这个看见，总是耶稣的看见，不是看见因那地下。耶稣的看见是看见彼得、约翰、雅各因掠无鱼，心内的失望，因心灵的丧向这种的处境，所以耶稣就行向彼得的船的中间。咱知影，耶稣上彼得的船。这是彼得从来唔捌想过的代志，就亲像今仔日你我诚做基督徒，除了过去咱传统对咱的祖先
是基督徒以外，你是第一代基督徒。我想伫你我的生命内底，你想嘛冇想到讲，你会做基督徒？你敢冇想过？这是上帝恩典甲奥妙伫咱生命内面，互你我有机会来认捌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可能咱伫过去咱拢毋捌想过，但是上帝恩典临到伫咱。耶稣像彼得的船，将船摕较远的所在，伫遐来传讲信息。我想这个对彼得来讲是一个戆影，从来毋捌想过，总是耶稣来到伫伊生命中间。咱毋知伫几十年前，主耶稣进入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成做基督徒。咱毋捌想过，总是这是主所定着伊奇妙的事。伫德国有一个真出名的音乐家，叫做孟德尔颂。有一天去拜访一间德国上出名的教会——柏林的教会的中间的一个 pipe organ 管风琴。这个少年人真渴望会当有机会来弹上出名的教会的管风琴。无拍算，咧管理管风琴的人讲：少年呢，你是啥物人要来弹琴？甲咱教会同款，四边人袂使弹这台琴嘛。但是这个孟德尔颂再三来要求，最后这个管风琴师互伊来弹。一弹落去了，音乐非常的水，非常的美妙。这个管风琴师从来毋捌听过。伊问讲：少年的，你到底是什么人？伊讲：我就是咱德国的音乐家，叫做孟德尔颂。伊听一个惊一个讲，原来有一个大音乐家来到这个所在，我既然唔知影。兄弟姊妹，无论是西门的船，耶稣到伫伊的船的所在；无论是咱的教会，无论是你我的生命，今仔日耶稣伫几啊十年前就进入伫咱的生命内底，互咱有机会领受伊的恩典。虽然伊爱将咱的灾情甲温数来成做主所乐用的，若是安尼的时阵，咱会经历丰盛个精彩的人生。咱是毋是准备好要互主来使用咱？真感谢上帝，互咱的教会有真侪造就的课程，要帮助咱、造就咱。目的敢若一项，就是要互咱堪得成做主耶稣所采用的。咱知影，伫最浅的所在，一般来讲，就是鱼啊，拢较细只，佫较少。伫最浅的所在，但是伫最深的所在，一般鱼啊，拢较大只，毋然呢，鱼啊，佫较济。耶稣爱西门彼得将船开到伫最深的所在，伫遐拍网来掠鱼。我想这对咱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有一个真大真深的提醒。咱的生命、属灵的生命的追求，也同款爱进入伫迄个较深扎根的所在，毋是干那受洗礼，成做基督徒一生拢是安尼那定。即使咱有参加教会真侪好的查经的课程、造就的课程，目的来帮助咱。互咱的生命的根基更较稳在，这个就是进入到伫最深的所在。伫最深的所在，船仔咧行就一帆风顺。咱台湾有一首歌叫做船仔要出航，卡摩咩卡摩咩即摆要船仔要出航啊，互咱通一帆风顺啊。有信用深度的人。也同款，无论咱拄到什么款的风雨危险，咱拢会当坚定徛在。台湾话一句话讲：树头若徛咧在，毋惊树尾做风台。表明咱的信用，伫今仔日这个时代，
咱犹原需要徛好在定军定河岸，安尼时阵，咱才会当成做一个坚定的基督徒。嘛，咱通过这段圣经来做伙学习，主耶稣对彼得的性命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将船开到最深的所在，来经历迄个奥妙甲神迹，互彼得成做一个得着人，亲像得着鱼的人。我相信期待这段圣经的信息，也鼓励咱，互咱成做主的采用。头一项对这段圣经内底，咱们领受的就是彼得的学习，伊会向将主权来转移，放下主权的经验。咱对细汉老师拢甲咱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分的打拼，一分的修行。台湾的歌有一首歌讲：爱拼才会赢，3分铁树钉，7分靠打拼，爱打拼。虽然要怎样来修行，咱都爱怎样来栽种。虽然对细汉咱拢听到这种的教导，但是有一项事实，就是在咱的生命过程内底有一项，就是咱真打拼，咱真认真，咱也付出代价，总是迄个结果无照咱所期待。特别是这种开创性的事业，所成不易，创业维艰。这种开创性的事业，更加是无真济危险。然后失得出，常常都是拍瞬间，所有的努力拢去了了。所以一句话嘛，安尼讲，成功的人需要打拼，但是打拼的人无拄拄会成功，就是安尼。伫这段圣经内底，彼得讲：先生啊，伊是咧讲老师啊。除了这个以外，也咧讲船长啊，阮规暝辛苦钓鱼、打拼、掠鱼，拢掠无。都是耶稣甲伊讲，都将你的船开到伫最深的所在，到你的东畔拍网来掠鱼。毋知咱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感觉真特别的所在？彼得伫加利利海掠鱼掠偌久啊？用咱真粗浅来想，差不多20通岁啊，都伫遐咧掠鱼啊，掠到即马将近50岁啊。咁都爱耶稣来教伊去掠鱼吗？咱台湾嘛一句安尼咧讲啊，讲查某囝咧教老母当财啦。啊，老母毋知生偌济囝啊，查某囝佫爱家己教，咁都爱家己教。耶稣咁都爱教彼得去最深的所在掠鱼，咁有需要家己教？彼得一定拢知影嘛，因为伫最深的所在，鱼大尾佫济啊，伊知影。你亲像耶稣是一个外行的人，咧教内行的人。彼得当然知影加利利海，这个海的涨潮、退潮，海内底有什么鱼啊？什么季节有什么款的鱼啊？那呢，伫这个过程内底，最浅最深，掠鱼掠遐久啊，伊敢毋知？伊当然知影。总是真特别的，这段圣经内底有一句话安尼讲，彼得安尼讲：主啊，你若安尼讲，我就照你的话，到伫最深的所在落去拍鱼。叫一句话，国语叫做依从主的话，就是讲照主的话，主你若既然安尼讲，我就顺服，照安尼落去做。这是无简单的代志呢。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内底，咱无简单要照主的话去做。依从主的话，照主的话去做，是表示讲我已经熟悉的物件，我已经真熟悉我的思维的方式，我已经真熟悉我的做代志的办法，都是我爱放弃主观的信念甲观念，这是无简单的代志。
彼得讲，照主的话，我都安尼落去做。兄弟姊妹，伫咱信仰的过程内底，咱唔知是毋是有这种的经验？咱逐天的生活，咱拢真熟悉，透早起来，咱爱做什么代志，然后咱的 schedule， 咱已经拢摆好时间，要创啥，要创什么代志。这是咱真熟悉的一种的方式甲思维啊。照主的话是什么意思？唔知咱有一种的改变的一种方式，就是透早起来，唔是照咱家己所爱的想法做法，都安尼去拼，安尼去做。咱会当小改换一下，就是亲像彼得顺探主的话同款，透早开始要工作进前，咱祈祷来到主的面前，讲主要所行的是你所守属新的一日，我要将我的工程交代伫你的手中，因为主你知影我一生所有的计划，我所有的拢属伫你，所以我要将我今仔日所有的工程摆咧伫主你的面前，愿你照你的旨意来带领我的一生，我头前我今仔日所要做的代志，愿你来祝福。兄弟姊妹，唔知几个人，咱基督徒，唔知几个人，咱照安尼咧做。我想有啦，但是无济啦。依从主的话，照主的话安尼去做，将咱已经熟悉的物件的经验甲想法交代伫主你的面前，愿你来引传。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伫旷野要起会幕的时阵，上帝爱摩西来做祭司的衫。摩西敢会晓？摩西袂晓。咱来看出来记记对20章开始就记载，摩西讲安那有一句话讲，照耶和华吩咐的去做。出来记第36章第1节，比撒勒甲阿荷利亚伯，因拢是有智慧，阁有技巧。因安那，因照耶和华守事的智慧甲参名，圣所会幕祭司的衫所需要的一切，拢照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的去做每一项的工程。做了后，上帝荣耀就充满伫会幕的中间。兄弟姊妹，咱袂放落咱的主观、咱的经验、咱的习惯、咱的学历、咱的背景、咱的地位，这的是无简单的代志。咱拢用这个来肯定咱家己，总是伫彼得、摩西的身上。除了我毋是讲这个拢无好，咱会当将这个来到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我照你的话，我安尼来做。咱会当经验就是上帝丰富、祝福满满伫咱的中间。第二项，伫这个所在，咱看见彼得经验这种伫最深的所在，鱼满满，迄个梦用要逼去、用要破去的时阵，伊讲安那，我是一个有罪人。当彼得经历耶稣的权柄甲神迹能力的时阵，伊深深感受到忏悔，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彼得毋是伫伊主所行神迹中间，毋单单是安尼看到家己的软弱甲小心，伊常时伫这样代志的顶头，看见主耶稣的荣耀、尊贵、权柄，伊是掌管万行有的主。主耶稣伫做鸿应的时阵，也捌平静鸿应，互彼得知影讲：哦，这个耶稣毋是小看的人，伊是充满大有权能、掌管宇宙万物，拢伫伊的手中的主。伊知影安尼的时阵，彼得就伫遐谦卑认罪悔改。本正照彼得的个性，伊是作朴素的个性。伊想讲：耶稣，你敢会当变什么梦？我已经遮尔熟悉的这个加利利海，你讲要甲我开落最深的所在，我逐工掠鱼嘛，到伫最深的所在。但是伊经验主的权柄的时阵，
伊讲主啊，我真正是软弱，我真正是袂堪接。较早你跟我讲，我叫做基法，基法就是石头。讲主啊，你唔好叫我石头，我根本都唔是石头的材料啦。我唔是主你所期待的人。兄弟姊妹，彼得经验主的权柄的时阵，伊看到家己是遮尔啊软弱甲微细。伫圣经内面，以赛亚第6章也同款有这种的经验。当以赛亚伫圣殿看到天使伫迄个敬拜中间讲圣在圣在圣在的时阵，这个时阵的以赛亚讲安那，讲啊，我有知的咯，我别忘啊，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佮踮伫嘴唇无清气人的中间。上帝用火炭，红红的火炭来捂伫以赛亚的嘴。以赛亚讲：主啊，我伫遮，请你垂听我。兄弟姊妹，伫这两段圣经内底，要互咱知影，就是讲，当咱来到伫迄个荣耀上帝面前的时阵，咱常常看到咱的是啥？误会、拉散、软弱，都是同罪人。上帝所使用的人，拢是这款的人。上帝所使用通过主耶稣所呼召这学生，12个学生内底，大概10个人拢是掠鱼的。掠鱼的人一般来讲，就是因为学识唔是真悬，一般拢是伫海内底掠鱼的那点。就是今日主耶稣嘛呼召保罗是一个有学识的人，是当时加马勒下面上高的一个师啊，就是律法师，当时的法律的专家，上优秀、上出名的。主耶稣嘛呼召保罗来成做上帝采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来到上帝面前，主耶稣拢咧呼召咱。无论你是有学识的，无论你是无学识的，无论咱是少年的，无论咱是年老的，主耶稣拢咧呼召咱。要成做伊的采用，所以保罗讲：主啊，我只是咧罪人中间的罪魁，我实在是袂堪接，通互主来用。主耶稣常常爱用这种的人。人上大的问题就是唔知影伊的家己。真出名，西方的哲学家柏拉图伊安尼讲。人上大问题，就是爱认捌伊家己。咱会晓认捌别人，别人的问题、别人的困难、别人所拄到的代志，咱拢一目了然，咱拢知影。但是咱家己的代志，咱家己的问题、家己的缺点，一般咱拢看袂清楚。这个就是柏拉图所讲的，人的问题就是袂晓认捌伊家己。当时咱看保罗这么有学问，伊来到上帝面前讲啥？讲主啊，我是一个罪人，唔那呢？我是伫罪犯的中间，我是一个罪魁，我是犯同罪的人。通过安尼，上帝伫遐来使用咱。对于大家这期啊，对于咱的大灾的这期了后，咱伫每一礼拜咱的周报内底。拢有夹一个灵修的物件，哪色的你有看到无？啊，这个就是伫每一天通过牧师团来准备，咱拢有一个主题，逐天拢有一个主题，有家庭的，有婚姻的，有工作的主题，来帮助咱将这照着咱安静灵修的过程来献给主，将咱的心意来交伫主的面前。和圣神来光照咱，来看见主的荣耀尊贵，也知影咱的嘴要和主来称气。伫上帝面前摆在咱的祈祷，承认咱的软弱甲无完全。伫人的面前，就是讲安慰、造就、劝勉、鼓励话。
通过主的恩典来帮咱，互咱堪得真做主所使用的。第三项，彼得的经验就是全人的委身、团队的服侍。第10节圣经安尼写讲，主耶稣讲：唔免惊。彼得讲：你免惊，对答了后，你要得着人咯。你要得着人，意思是讲，你即摆是咧掠鱼的，但是我要改变你的性命，互你得着人的活命，比你掠鱼更较重要。伫彼得的忏悔内面，主耶稣无怪，反倒来安慰耶稣，反正耶稣来安慰彼得，来鼓励讲：唔免惊，你就斩断你过去，然后开始来跟对我。你要得到人，亲像得到鱼。伫过去彼得也未拄到耶稣的时阵，将近40-50岁啊，伊逐工所做的就是掠鱼、卖鱼啊，伫家庭过生活，大概拢是安尼的工作，不断拢伫这种的循环内底，甲咱即摆共款，逐工起来就是上班、下班困，转去起来，搁继续共款的代志。但是当彼得拄到主的时阵，伊的性命就改变，要真做互主所采用的人。伫《使徒行传》第2章记载讲，这个彼得讨海掠鱼，这个彼得经验主的鼓活，圣神的充满了后，一摆的讲道有3000个人来信主耶稣。我嘛足期待，亲像彼得同款，一摆讲道有3000个人伫遐悔改信耶稣。但是我对伊对袂着，彼得伫耶路撒冷讲道有3000个人伫遐信耶稣，到伫最后，彼得为主耶稣来宣告，伊讲：我的主耶稣是安尼钉十字架，我袂堪折，我爱倒头钉，我头伫下骹，我骹伫顶头，因为我袂堪折，甲我的主共款，安尼来钉十字架，我只有会当倒头来钉十字架。彼得对拄着耶稣了后，将伊的一生完全奉献伫主的中间。2000几年来，今仔日咱才会当搁继续读彼得的故事伫咱的中间。当然，咱看这段圣经，毋是简单彼得是唯一受耶稣呼召的，甲彼得同日咧掠鱼有几个人？有啥物人？有雅各甲约翰，因共款咧掠鱼。圣经记载讲，因伫掠鱼的中间，因互相分享、互相鼓励、互相交换经验。但是对拄着耶稣了11节这段圣经讲，因就准靠岸，对他了后，放下一切来跟对耶稣。我看到这段圣经，有时阵咱实在是足戆影的，已经掠鱼掠这么久的人，伊堪得甲放下来跟对耶稣。我想这段圣经的意思爱安尼解说，就是因将伊的工作、伊的事业，该整理处理过一段落了后，然后开始来跟对耶稣。伫咱的会友内底，有几个跟我讲，我信耶稣的时阵，我是第一代基督徒。阮已经拜妈祖拜几10年啊，但是我经验到耶稣的时阵，我倒转去甲妈祖甲伊讲：妈祖啊，多谢你过去的恩情啦，甲保庇啦。我真感谢你，但是我即马要甲你相死啊哈！或者咱两个牵起来啊，咱两个无关系啊。我即马要专心来拜耶稣啊！谢谢啦，拜拜，撒由那拉啊！这就是彼得所做的。就咱过去的信仰爱过一个段落，然后才专心来跟对耶稣。一个对掠鱼的，甲伊的同伴，会当一世人来服侍主。到底2000几年来，圣经继续咧写这段代志。本来是掠鱼的同伴，
即嘛呢？即嘛变做服侍耶稣的同伴，因伫遐正做团队的服侍，正做属灵的同伴，互相做伙祈祷，互相做伙为主征战，同心合意兴旺主的福音。福音记在遮的，到伫使徒行传了后，咱就会当看到这学生勇敢为主来见证传福音，甚至为主来宣教。因拢是全人委身予主耶稣，甲伊的同伴正做团队为主来服侍。今日是个特别纪念的日子，3月初9。142当前的今仔日，就是今仔日，有一个人来到伫台湾这个所在。这个人咱真熟悉，叫做马介，就是马凯啊。这个人28岁来到伫马介，1872年，到即马就是142年前。我想咱拢真清楚这个人的代志。但是来到真无简单啊！对加拿大坐船啊，献者，毋来坐几个月，坐来啊到伫厦门，然后转来到伫台湾打狗，无偌久了，伊来到伫3月初9，来到伫淡水台北这个所在。等伊来到这的时阵，一落船，伊讲一句话，讲这个所在实在非常的水。So beautiful， 这个所在，这是一个水的所在。我已经来到我要宣教的所在。这个就是这，我相信这就是圣神的引带，互我来到伫这个所在。因为这毋捌有人传过福音，因为早前的宣教师拢伫台湾的南部、伫中部，伊讲毋捌来到伫这。我要感谢我的主。我的心极其欢喜，我的心极其激动，因为我已经来到伫这个所在。28岁少年家的马介，30年奉献伫台湾这个所在，带台湾某，佮死伫台湾这个所在。伊实在是正港的台湾人啊！咱是台湾人，马介嘛是台湾人。伊死伫台湾这个所在，一生奉献伫遮。兄弟姊妹，我相信伫历史教会历史内底，咱的主不断咧呼召人，呼召彼得、雅各、约翰最人，呼召保罗，呼召马介，以及呼召最人，正做主的采用。我相信今仔日圣神不断也咧感动咱。伫3月初9，有一个伟大人物，外国人来到伫咱的中间，伊将伊的性命奉献予主，奉献予台湾人。今日上帝呼召咱，爱咱伫咱的职场内底去传福音。有真侪人讲，啊，若逐个人拢做牧师，啥人要听伊讲道？我今日毋是要呼召恁大人去做牧师。我是爱恁，正做互主来呼召，我嘛共款，你嘛共款，伫咱的职场的所在，职场宣教。上帝互恁伫无共款的职场，伫遐咱做伙为主来拍拼，咱拢是同工，咱是团队，咱做伙为主来征战，好的征战，安尼好唔好？咱做伙来拍拼，好相连101年啊！咱毋望会当伫宣教有一个突破，咱毋望伫传福音有一个突破，就是咱有更较侪人正做职场的宣教师、职场的宣教师，伫迄个所在为主来服侍，为主来见证，互咱的性命带来影响力，来帮咱这些人。我相信伫几啊十年前。咱的主耶稣已经来到伫你这只船仔顶头，我这只船仔顶头，叫做我性命的主，要采用我，要采用你。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真纪念咱出世的日子。
我甲你透露，我是民国46年出世的，你就知影我几岁啊？那每一个人出世拢有一个日子，几年，但是咱敢知影，咱当时受洗礼，咱当时定头先做基督徒，咱敢会记啊？咱已经甲这袂记啊！我要甲恁讲，你若做生日的时候，拢爱做2摆，一摆是你真正出世迄天做生日，食鸡卵糕；过一摆你爱记住做基督徒受洗迄一天，你嘛爱切鸡卵糕来纪念主耶稣来到伫我的生命内底，来改变我的生命，互我的人生有一个真大的改变，互我的人生有一个真大的突破，互我会当成做基督徒。我要感谢上帝，上帝要使用咱，互咱伫这场领头为主来做见证，咱做伙来拍拼，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极大的恩典是落伫阮的中间。阮是这么软弱，阮是这么小信，阮果是犯同罪的人，但是因为上帝你极大的恩，我才会当成做这号人，互主你来采用。特别上帝，我要感谢你，互你的教会有侪人受主的拣选。伫几10年前，主啊，你已经进入伫阮的生命内底，做阮的主，做改变的工作，做更新的工作。特别上帝，我毋是停留伫阮是这么软弱伫软弱是罪人的中间。我要进入到伫全人的委身参与伫宣教的服事内面。有人做牧师，有人做长老、做执事，有人伫职场的中间为主来见证传福音。我无分少年老，只要阮活着，阮就欢喜服事。特别上帝，愿你赐福阮，圣神加添阮的恩赐，互阮的人生的下半场，通为主来活，互阮的生命更加丰富、更加精彩，伫主的面前。主，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这么疼阮，护掉阮大家，成做你的学生，互主你来使用。我要献上感谢，恳求上帝，你互阮有气力，互阮有智慧，互阮有才调，来为主做见证，传播耶稣拯救的工作。献上阮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咱搁三甲来回应上帝的听，咱来吟圣诗452首，452首，请咱起立来吟。上帝听澎湃为有多，我已是落我，给我比比小我的人，和我高一分我，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真是我可为的。
不息。